来也可能冲呀。我迄菜板工的啦，米线都教过来红啦。我看安尼阿爸他会做啊，叫我做，啊我都教甲咪要可能，教过来又多要点面红，又在做卖，听安尼个阿姑啊，啊都教甲咪自家经研究啊，你安尼做。俺第一都前人做你去卖，伊要算过几呢？咱无讲安尼，迄无意见你买安尼，打下来啊，伊搁伫咧过菜市场买，加个过好望哩，第一卤啊望哩啊吼，底尾啊油啊盐啦，边啊个糖，甘醋片啦，伊凉笋伊啦吼，咱熟得啦，望哩啊，附加鸡啊，食菜盘好势咯。啊，安尼要注意吼，中迄个蒜头啦，靠咧蒜头落去，爱咧安尼姜片啊。安尼切落去，清甲面啦，毋要解熟啦。咱咧汉人咧，汉人传统诶酥羹啊，愈安尼，放哩种安尼过好势。是甲迄个要点面啊，你毋是面煮啦，啊做落你无卖啦，安尼你好人家饭啦。这点面都按到金华县，原来个阿公啊吼，开始开个遐路，阿公无咯，就传下来份阿曼姑，阿曼姑遐无话又传本来啊，第三套的啦，有个有8、9年的哦，阿曼姑个杂货店嘛，也富贵的人啊，拢伊看到讲啊，迄爱卖东西的讲，迄阿曼姑个卖，啊也等人讲金华县吼，伊讲毋对啊，含关系的啦，就安尼啦。3罐就好没？嗯，会死。
料料必放。暗暗呢？你想要礼拜几了没？拜一了啦，礼拜讲台风没？还讲。在里面了。万建村人，我妈妈娘家那边的人。啊，现在他儿子没有在家，他只有一个人在家里了。啊，有时间就走出来了。买东西。这个吧。你要哪一个？这个。这个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这个不要了啦，这个他只要卖了，一包2块。他卖几包了？3包。哦，凉，太空了。哪来？这清凉，这不清打凉。好了啦。这安尼就好诶，打安尼就好诶。虽然讲很大哦。这安尼就清凉。妹妈，后面。谢谢。以前呀，富春青多年，生日过吼，过日下海吼，伊可吼国家处理起来，生日过唔好，差钱多啦。你海吼，过做哦，女人人买种菜，现在更加好唔好，生日过唔好。便利商店吼，日下越多，俺哋都生日过唔好，伊呢处理都卖呀，俺哋都生日过唔好。不过是有没有算素食呢？只要拿2台比在股里。你看这个。好。
前咱拢穷啊，没路过人哦。我等过煮完了没？像那个母板啊吼，个母吼，缩缩啦，圆冰冰啊，菜菜啊，卤钱呢，如果你做啊吼，用起来那个不好吃，请叫我上拍，爱用真的的唔爱。我有去母呀吼，有去木桶炒过，用个呢猪肉啊，天香，用葱的，所以够好食。有时当我做不办样，伊都明年都不能买。过一个月半吼，1月半吼，我要做2-3包呢，不用唔是出去买，人家不能买，人买他一个不能买，讲我煮呢吼够好食。看一下啦，凉啦，今都上了，上面一看俺都好了。行人的风俗啦，行人的风俗都一定要，1月来都1月半做不办啊，伊咧客家人的风俗啦，就安尼啦。买啊！我们是正常的上班族啊，所以也是利用那个空闲时间采收槟榔啊。小心！真贵啦，莫看啦。哎，那看你两点出来去，是啦，看俺边边行呢，那个唔是，真贵啦，来来，俺落去，俺落去。真贵
人不用的，人不买带起来，我带起来来的呢。冇转去落哦。俺没了。转去落啊，你没得去的。你变哪个啦？有嘛？多。这钱呢？哦，对。这边呗，这边呗。好，谢谢。700一走哦。不是啊，是。不是呢。今天只有100块啊，1斤100块。开始6月那时候了，卖这个480的，有卖到640的嘞。5月17号卖640，5月17号那时候650，650。是的，我们有卖到650的啦，700块的没有卖到。这样槟榔可以采到几月啊？采到8月那时候，农历8月那时候。今天卖到差不多12000块了。
皮个黏黏，你要冰个啊，像卤落去死啊吼，叫安尼溜破啊，要冰甲它食，冰我太生吼，唔食，唔要干啊。像有咧酸呢，啊，佮说吼，你那人买吼买呢经过呢，今头日人买一下，佮买白铺的啦，买5罐，我慢慢学来了。他们那时候配的不太好。一个头丝啊吼，毛头做啦，啊做下吼，个呢毛头呀吼，去杀啦，杀来啊去溜啦，溜个都拿来做，啊都提拿来做头丝啦，做个下呀吼，都要洗哦，洗2-3遍，洗鼻枪吼，洗枪啊吼，咱去装啊通的吼，必水啊吼，装啊通的话呢，切的吼，必散一条，散到下煮1-2点个下吼。这个就是正宗的酱油了，没有加什么的。头丝啊吼，都安尼做啦。一个肉铺啊吼，糖都伊都冰凉紧啦吼，啊个盐嘛吼，爱紧拌，啊酒啊吼都爱吸干，啊都比倒落去个通香啊吼，炒啊都倒啊个暗光红必发45日，发好啊吼，你装好来比滴头油滴下来吼，装。一走啊，你装来晒你也个头丝你已经你安尼你好啊，要晒2日。这头丝晒啊安尼好，你们几好心呢？俺给晒吼，有时老头丝也挺也没心呢，很好吃啊。在这边晒得很干净，个枪啊，一抹不一抹吧，米兰都很甜。人家说不好吃，甜，客家都不会甜的。啊，你要过敏过的，你都没人买带过敏过。嘿啦。
都很重要哦，全部要腌东西，很多东西都要用肉脯啊。没有用肉脯哦，腌不起来啊，卤唔好啊。肉脯是骨头好用出啦，卤那个拍报纸也是得啦，卤那个冬瓜啦、肉片丝啦。以前的人啊吼，我们蛮好食啦吼。如果你挑丝吼，装那个焖香吼，焖香爱用烤蒜头落去，用个猪油啊，猪油一炖一炖，就这样配饭很好吃。药饭时要好滚软啦，做过好食啦，清夹酱啊，腌过太皮，过好食。以前这边啊，什么都种啊，落配的饭头啦，全部都有种。有它长呀吼，长一点按长的吼，不能种的啦。好了，好个哈，莫摘个哈，菜太多吃不完嘛。以前田区的咩鬼无限呢，种无的吼，无农药好杀，全部给那个冲完了，很辛苦啊。个边个种那个甘蔗啊，拍甘蔗啊，南厝的同窗啊，买了菜树甘蔗去，种不多啊，种一家多，全部自己在忙啦，生活个困难啦。没有钱啊！边农抢的树诶，就一年数新一摆，添用啊。福高吼，以前吼，家里七去吼，都给市领头家啊，15号呀，6分天都安尼啦。政府啊吼，我哪会做福高啊？都卖政府去做福高啊？呀，天来几好哦，种共走。好。有小组在哈，麻烦啦。去那边又还要等。我自己会走啊。你这样多久要去东港看一次医生？不一定啊。
现在去看病哦，是有那个他开的那个处方笺的哦，处方笺的去看一次就3个月啊，3个月拿回诊一次啊。东港多哦，哎买钞票啊，东港多车子。总共嘛。哈哈。敬老爱心卡上车。花花水在这边全部淹水淹到很严重，海水哦从这边灌进来啊，山上那边又下来了，所以流不出去了。下一站，林边 Greenbeard。广东来吼，青都爽哦，牙膏又爽，哎呀又爽，很多伤啊，发起来了，是个发啦，胖胖还很痛哦。做主管的呀，经验给人都社会啊，这个树那边带进来吼又压唔到，哎呀，做树没带树那边啊，啊都安尼经验嘛，现在是还很好了啦。对啊 ，OK 啦，这个不会痛，不会痛的吧？不会。OK， 好。这样，疤也没有很，弯起来看看来。医师那么高明。哦，谢谢你，哎，很好嘞。那这只脚我看一下来，这只脚。这就讲的是很好了，这边有开的也是好了啦。哦，好，你现在没有那么痛了吗？不会了啦。哦，那你这个脚还没有处理的。这边还没开啦。对啊，那痛呢？痛也是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对不对？好，很明显不是。哦，那现在痛没有像以前那么痛了嘛，对不对？不会。那很好了，那代表是状况不错。好，谢加油！谢医师了哈。加油加油！那你要做几天呢？过年要做几天呢？不知道。1个月2个月啊？还是1个多月啦。1个多月啊？那我们就先讲好。哎，你来看没？哎，好，福建。哦，福建没？哦，我来看下来了贵啊。哦。哈哈哈。这边区就是那个东港市区啊。主管啊，都做50年的啦。啊，做最多啊，做1000空业啦。啊，做呀说是够多啊，够看唔得嘞，我做很多啦。北上北下啊，看上看下。等于就到处里买，就几号买啊？俺老本人买，电脑是拿呀，你都讲我同人拿呀。啊，死得人低啊，没死冇空用啊。
等于你讲啊，挂俺的名的啊，不好卖啊啦。我不打发俺的信用啊。中人都也有，啊买去批发去卖，拿出去卖啊。你现在买，过年你也有不得买啊。哎，冇人买多，所以你如果讲啊，收一封菜啊啦，收一封煮蛋困啊啦。现在要买的人全部跑得过来，就是要那个腌的东西哦，他们不会腌啊，全部跑来喊我买啊。有出国的人哦，很远哦，他就也会来买，就买去台北。开发拉吧，3680拉嘛，333，做东西啊，凭劳民做啊，凭劳民啊，是凭劳民，一心都痛啊。米色都加过来乡啦，过来乡的吼，啊都讲点的乡啊吼，有人。他们讲啊，煮蛋干啦，啊个都加米做啊。当时个遐煮干啊吼，贵贵呢，因为你切你开你买呢。过来研究啊吼，煮干啊吼，不过俗啊，都俺那地买粒啊吼，算粒一粒一多钱啊呢。米就做少个啦，因为做50-60粒啊，做会出都卖出啊，那就翻新拍米买啊。啊俺那都不卡紧做，做一粒吼，做啊好吼要差不多13日咯。啊，过无限啦！啊，明日就要伫翻面啊，因为要伫翻2出。咱唔要安尼讲啊，一面有浸到米头油，一面无浸到头油，无浸到头油会发黑。啊，都浸咪有1礼拜样吼。都看是那有发的嘛，啊有发的都爱常常去晒，啊用冰的方摊等来晒。啊有3日去啊吼，你用个呢胶位啊，用胶位吼，伫吊风来足够晒，足够因为要晒2日，啊下来吼都装啊去芳光香啊，光香贴灯。贴牌有2日的咯，说新肉个食，啊你如果能拿去卖啊。讲佢只车我夹唔到快，爷爷讲他唔大，你点用手？唔大。我是把整条整个来剥干，剥干佢夹。啊，成鬼都可以剪薄啊！对呀，这个。拍對無年冇辦嘅。係啦，一條冇放嘢一萬嘢。個阿妞啊整滅嚟啦，啊冇做啦，卡機嘅嘛都買啊都唔咩即刻做嘅，買哦，按重呀。放哦。搬家呀，就話講唔行啦咋。
那有做呢？我做真的一波嘅。一年不风来啦。你看公安多多咩？公安多人都，好啦，我好了。俺来添补。是是。来，打过来呀！好了，去拿来。cái chủ đề cái hai bài này có không mà cái hai họ có cùng mà anh có một chút anh cái hai họ ngày nay họ cá nhà rồi có một chủ đề cái có dùng phải đấy họ cho mà có nhà chỉ mấy mấy sản xuất nhị rồi thay vì nhị được cho rồi cái có dùng là thái công phu那边很好卖200 nhị mà à tiền của tôi là họ tôi做第一班做去第一班做了5点人幾多年在附近幾多年做安尼好嘛？以前就买啊，存到33年有呢。前期在贵母忙无用呢。155。155嘛。我安尼嘛去做伊徛要50年呢吼。俺过来拿钱。不要打过来头哟。安尼俺拿钱来咱看好的啦。好。它种的很好吃，我跟你讲，你都不晓得。啊，不看那个。哎。没有。啊，你一个口味哟，好，那个客家什么好你们的好细的，好人家用那个保鲜膜给它。那个是好细的。哎，要冷的时候啦，哈。来点看到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不要大锅那边了。哦，谢谢啊。你话细仔个难事的都袂做，啊细妹的吼做较唔共，细仔同细妹比向袂吼，比起我去改好啊。以前冇有人分啊，现在我5个生意拢新呢。啊要天数做8年吼，冇得同看生意有辛苦啊冇啊，每天都是这样子。古老迄个吼，你把款本人吃饭啊，啊现在你古老路坐在那聊，等个吃饭。像我吼，一边给小孩子吃饭吃奶，边吃饭，就这样子。我自己吼想我自己吼，也会骂他呢。他不给我帮忙啊，跟他讲你要帮忙啊，小孩子也要抱啊，他不抱，我一直背。从来吼我背5个孩子吼，他没有给我说那个那么害，没有呢。要没有咯？有了呀。还没有，啊，今天我硬冇了。嗯。好嘞，哎，看这边哈。拜了，我先上下灯啦。
OK。哦，你要上开。古早迄老人家传落来啊，百姓等于长年生意啦，啊，伊做介年的病的，今日病的吼，伊囡仔吼都死开。古早老人家吼，都应该咧规班，啊，今日伊唔会，这分班的干的咧吼，人定定的啦，啊，去教伊吼，病的唔会啦，分样样过些。以前人吼，米夫也发呢，拢出身的人啊，都看咧一副本你开呢。米夫啊，啊，今仔日吼，够简单的啦，无安尼发啊多年的啦。种迄个洗年啊，南灯啊，种个洗来啊，都一摆啊，啊，洗毛的人是唔得，你像洗来。用啊用，我咧创无法子的啦。你要做这个动啊，讲啊，我跟你对哦。烧手机的。要吃新的啦，呀。啊，个咩个菜咩？呀，第二，第三，阿姑啊，姑婆，阿肥呢？哦。媳妇啊，啊，抢老人家媳妇，个入住的抢啊，70岁以上啦，个入住的出钱咯，抢谁来呀？谁冇人事子，啊，都村南强啊，老人家啊，都安尼传落的啊，讲比抢谁冇去吼，太多啊，入住付不起啊，这抢谁来啦？把你时间啊。一些课语带到我的平常。
你们洗手也到分没？我只係地方做啊，而家。对啊，出轨啊。而且我妈。放松。你做一点钟。阿曼古个七块钱嘛，13套的啦，8公年的哦，以前生日过，今下老爸按到抽爽的呀，生日过么？退发没嘛有力的哦，现在都东京路那边哦，老人家身体不好，说不要喝了，真的没有在做了。要那个腌的东西哦，他们不会腌啊，全部跑着喊我买啊。前天呐、那个说要买那个萝卜腌豆啊，就买去台北。有人买，现在没有半瓶了。有出过的人哦，很严哦，他就会人买，就这样子。